頂級工程師嘅面試從來唔係淨係睇你寫到幾靚嘅代碼，面試官真正想知嘅係你知唔知自己寫緊嘅功能究竟為公司帶嚟咗咩實際嘅商業價值呢？你嘅 project 做得幾完美都唔係重點，重點係你幫公司慳咗幾多成本，帶到幾多新嘅客戶。如果你只係專注喺技術嘅實現，但係完全唔知道呢啲功能為業務流程創造咗咩價值呢，咁你面試注定會失敗。面試官叫你講 project 嘅時候，千祈唔好淨係講 tech stack 啊！試下講我 refactor 咗報表嘅查詢邏輯，查詢成本減少咗70%，每月為公司節省咗超過20萬嘅雲端運算費用。當技術連上商業嘅時候，你先會真正明白自己工作嘅意義。呢一種思維上嘅升級，正正係工程師成長嘅分水嶺。唔好再俾你嘅 project 變成冇靈魂、冇價值嘅代碼啦！想快速揾到自己 project 最有價值嘅地方，留言 value，我會私信你技術成果量化工作表。